新聞時間，教育局聯同考評局同課程發展議會完成檢討新高中學制，建議取消綜合文憑試3個科目嘅校本評核。佢哋咧又提出成立工作小組去研究中文科係咪要重設文言文嘅範文。先由梁素婷講下報告嘅內容。以前會考中文科有20幾篇範文，學生要熟讀內容去應考，但到咗07年，中文科取消咗範文。考評局話，從文憑試成績見到中文科係4科核心科目中合格率最低。教育局、考評局以及課程發展議會完成檢討新學制，建議成立工作小組研究中文科係唔係要重設文言範文，但否認同學生成績有關。我哋希望咧可以揀一啲精要嘅範文或者文言文咧，喺教學上作一個入手，但係我哋就唔係走回頭路，就淨係考嗰啲淨係指定嘅少數嘅範文。咁要揀幾多篇範文，讀完係唔係要考試？教育局話留待工作小組討論。檢討亦都提出取消3個科目，包括數學、體育、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嘅校本評核，其中數學科未有推行時間表，體育科就會以實習考試取代。11科會精簡同更新安排，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以及通識教育3科必修科。9個科目就會延遲推行，因為檢討嘅時候，唔少學校反映要推行嘅話，會增加教師嘅工作量，但遲到幾時就未有定案。檢討亦都提出精簡課程內容，就好似企業會計和財務概論，課程內容會減1成半。整體而言，高中3年上課時數會由2700小時減至2200至2600小時。學校係可以比較靈活咁自由加減，譬如大概去到2600或者比呢個少一啲。咁我哋亦都喺咧學習經歷嘅課時嘅要求咧係彈性處理，希望係做到重質不重量。檢討亦都提出調整文憑試考試時間同試卷設計措施，會喺9月新學年中4年級開始推行。亞洲電視記者梁素婷報導。對於新高中檢討報告，有校長就批評未能夠觸及師生比例等核心問題，希望檢討。至於報告提出研究中文科重設文言文範文，有中文科教師就贊成，認為有助學生應付文憑試。林詠雯報導。如果中文科重新有範文，學生又點睇呢？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其實咁，因為喺學校教過嗰啲文章喺考試度出翻嘅話呢。咁起碼都係自己見過嘅文章啦，唔使喺考試嘅時候自己重新讀過一次，咁又要重新理解多一次咁樣。如果係佢俾咗26篇我哋，咁我哋好有可能咧就為咗考試，淨係為咗考試去讀嗰26篇，太過集中，咁就唔可以更加廣泛咁樣吸收唔同嘅嘢啦。有中文科老師指，而家嘅中文科由老師揀教學文章，一改以前嘅死記硬背，但喺文憑試裏面仍然有題目涉及文言文。如果重新有範文，相信學生答題目嘅時候更易掌握。喺新高中個語文科其實深度同埋廣度咧都為人詬病嘅，而正正咧設立翻呢個文言文嘅範文，可以學生喺個選取一啲指定嘅教材裏邊，去到學習翻一啲嘅文學元素啦、文言嘅元素啦，同埋一啲文化知識嘅積累。例如我哋俾翻學生睇翻李白、杜甫一啲嘅作品，等佢哋了解翻兩個作者嗰個嘅寫作風格，點解李白會叫做詩仙，杜甫會叫做詩聖。校長就認為今次嘅檢討只係回應到部分老師嘅意見，但未有觸及核心問題，例如師生比例同埋學生學習差異大嘅問題。舊底預科嘅班呢，每班係坐30人，咁就而家我哋高中呢，就每班坐40個學生。咁呢啲大家都係考大學嘅入學試嘅，咁但係老師對個師生嘅比例呢，就好明顯地高中呢，係比較辛苦咗嘅，咁呢一個係需要我哋要面對同解決嘅問題。咁第二咧，亦都因為咧預科嘅學生咧係其實經過文憑試咧係篩選咗，以至到學生嗰個學習差異咧係冇咁大嘅。但係而家喺12年免費教育下邊咧，其實每一班嘅學生裏邊嘅差異咧係相對比預科嗰班學生咧個差異係闊咗嘅。
佢希望當局喺中期檢討嘅時候，切實檢討呢一啲嘅問題。亞洲電視記者林永文報道。受到尋晚立法會流會影響，立法會冇辦法審議限奶令嘅修訂規例，限奶令要以最初嘅版本實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會發出加強版嘅指引，俾前線執法人員識別配方奶粉，又會喺半年之後做檢討。張恩培報導。由於會議廳內星期三晚立法會會議流會，無法審議限奶令嘅修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條例係先推行後審議。自條例3月實施至今，前線嘅執法人員已經累積咗一定經驗。佢重申唔希望為條例設日落條款，但接受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半年後再檢討條例。我哋認為咧喺6個月之後咧係進行一個檢討咧，係亦都有可取之處。同埋咧，亦都係因為咁做法咧，可能咧係會提供更多嘅積極嘅誘因咧，等我哋嘅供應商同埋零售商咧，可以咧加緊去完善呢個供應鏈。一定要咧呢啲措施能夠持續到落去，而且能夠經得到考驗嘅。咁所以咧，到半年之後嗰個檢討咧，會係一個非常之認真嘅檢討咧。佢表示，半年後唔排除會測試供應鏈係咪已經完善。至於港府早前提出修訂配方奶粉定義，認為可以方便前線執法人員識別，局方會發出指引。如果產品列明係供中年人士食用嘅奶粉，將唔會納入規管。前線嘅工作人員呢，佢哋喺執法嘅時候呢，可以參考食衛局呢提供嘅一個嘅清單，裏邊呢就已經係羅列咗呢我哋所知市面上呢需要規管嘅產品，仲有埋呢一個圖像嘅顯示添嘅。如果執法人員有疑問，可以向局方求證。海關就話會繼續按照法例執法，並且會同內地海關保持緊密聯繫，有需要嘅時候展開聯合行動，打擊非法輸出配方奶粉嘅違法行為。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導。內地 H7N9 禽流感疫情持續，咁加上5·1黃金週臨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話：旅遊業界有防疫措施指引，估計疫情對本港嘅旅遊業唔會有負面影響。再由朱恩培報導。蘇錦樑朝早到灣仔一間酒店巡視，職員講解咗酒店嘅防疫措施，佢亦都視察咗酒店嘅清潔程序。舊年5·1黃金週有34萬內地旅客嚟香港，今年遇上內地多個省市確診人類感染 H7N9 個案，酒店會加強防疫措施，大堂等嘅公眾地方要每日消毒，房間就會用稀釋漂白水消毒。普通嘅啲譬如漂白水係1:99嘅，俾普通嘅旅客咧。如果係有特別個案嘅時候咧，係增加至到1:49嘅。咁大家頭先都睇到。咁同埋咧旅客咧係盡量咧係留翻喺房間裏邊，而酒店咧就配合翻佢能夠咧有醫生去到咧係睇一睇呢啲嘅旅客，係因應每個個案咧係再作出一個嘅評估啦，同埋有啲相應嘅呢啲嘅應變嘅措施。蘇錦樑又認為疫情唔會對本港旅遊業帶嚟負面影響，酒店業主聯會亦都向業界發指引，提醒佢哋加強防疫措施。業界亦都估計5·1黃金週嘅入住率同舊年差唔多。亦都睇唔到目前嚟講咧，呢個5·1係咪因為咁樣情況咧個客量係少咗？到而家我哋完全咧係數字上未曾見到。因為事實上好多時國內旅客嚟香港個情況，特別係嘅自由行客咧，係會好遲嘅。呢個唔係因為有乜疫情。李漢成又話啦，已經呼籲所有嘅酒店要提供足夠嘅口罩同埋消毒濕紙巾啦，俾入住嘅旅客。佢提醒業界留意旅客嘅健康狀況，有需要嘅時候立即知會有關嘅部門跟進。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導。內地今日新增2宗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確診病例，分別係嚟自河南省同江蘇省，而江蘇省有一個患者就死亡。全國嘅確診病例增加到84宗，18人死亡。河南新增嘅患者係38歲，從事禽類銷售宰殺，係鄭州人，佢病情嚴重，正喺鄭州當地嘅醫院接受治療。同佢有密切接觸者有7個人，未有發現異常。江蘇省新增患者就係26歲，係一個南京女人。休息陣翻嚟仲會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期本港樓價會持續向下，但發展商認為樓市成交下跌並唔代表市場轉勢。
迪士尼擴建計劃最後一個園區下個月會開幕，上個月底加價之後入場人數並冇減少。